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你就是 Angel》。两人今日咱来个对，唔是，这是高雄的来宾，所以咱来个一间庙啊，咱来个这要唱啥嘞？哦，你丢啊，你丢你对伊，你丢，哇，你丢来啊，欢迎你丢。 好，咱今日这位里长真正足够水的。来，咱大家看，甲你请千拖啊！哦，啊，今仔想着要请千拖啊，来接受采访。因为我平常时啊，就拢请前途较济啊，所以我拢共讲吼，我是上过咱的里长。啊，所以咱今日伫咧观音佛祖家来做开场，听到一个传说啦，讲你若要想要来做里长、来选里长的话，你搁经过观音佛祖的同意才会使。 敢有这件代志？因为我当初是我要选里长的时候，我是去甲佛祖我请示。啊，真的哦！啊，真正有杯呢，5杯呢。连5杯哦！我讲2条。龙跳舞， 5杯5杯2条。不杯，我在想想，我想不到，不杯是什么？不杯你来播。哦，是这个物件诶，哎。 里长，啊，咱卡拄啊拜拜啊，嘛无杯啊，所以等下要带阮去对。等下我带恁来送爱心便当。哦，爱心便当。安尼行，咱来送爱心便当。好。咱今要来送爱心便当。爱心便当诶。安尼。啊。因导游你知啦？你是我请来你的会带我哪步？ 对啊，来甲阿母看。耶！用我来啊！这是我的未来，希望你会了解。管你知唔知，无你真无会爱，爱你爱个白白白我。小朋友，便当来哦，小朋友。 便当来哦，便当哦！便当来哦，来哦，便当！接伊的物件起来。哦。当归。哦，当归。当归。 哎，我无看过这个。阮老人家有一项菜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哦，感谢，谢谢。好厉害了！然后，现在送你啊！你同我人也来煮，会当煮你食。 啊，你一阵仔好无？啊，咱这会使袂？这张蚊床安尼，互你困会使啊吼。啊，安尼你若要爬起来较好爬对无？啊，你一阵仔身体安尼会使袂？阿姨啦，阿姨哦，我紧来啊，是当归互你食，哈，来煮互你食，哦，好无？啊，好吧。无好。后壁爱加只歌，嘿，爱加只歌。 好啦，无好啦，无啥，哈，无啥，啊，袂，后壁爱用行吼，爱加只歌，加只歌。你们较无问题啊。就真的是一个人，他也无带某啊，就然后，哎呀，伊的厝是别人互伊徛呀。今仔日敢食饱？有啊，我即拢用去食，逐工有食便当啊。啊，我遐下久若有牛奶吼，我就挂来互啉安尼啊，系啊。台北理解有。啊，等下下来。拜拜，再见。耶！
哇，这段是我上期待的。来甲咱高雄的内门，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啥？有看咱后壁这道无？中破塞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咱内门就是出总铺师对无？李长，你敢有想过讲咱内门遮到底有出偌济总铺师？头百万的有啊，所以有一条歌啊，我有一条歌叫做《内门中破塞百万个》啊。哦，功夫上介好，功夫上介好，一身的好手艺。对，就是也要食上正统的板道，就一定要来咱内门对无？所以今日我找到台湾的板道料理，跟咱西方的料理，两边来车拼，好无 ？Yeah，PK 会使吼。我即马先来介绍我这边，就是咱内门的阿良西饼店。来，阿翔是对几岁开始学煮食的？有迄落做囡仔开始。生活开始吼，等到国小切菜开始啦吼，国中开始才开始蒙鼎灶。阿良西伊敢会足歹的。阮做食的伫灶骹个性较朴素啦，做师傅人对每一个厨房的师傅拢是足严格啦，袂使讲足朴素足歹。阿良西，今日咱的台菜要对抗咱外国的料理，咱有信心无？我要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。伊嘛是法国料理的高龙，严嵩主厨。大家好，我是食薰食到烧声的严嵩主厨。请问你食薰食偌久啊？对啊，食薰哦，对13岁开始食，今年54岁。哇，54减13偌济？所以再问一下，你会晓做啥物法国菜？我会晓做的法国菜，一年365天，逐天拢无共款。讲大声话哦，真正要跟台菜 PK 了对啊。来 PK。今仔日来内门，要挑战听讲内门上厉害的阿龙师爷，试看卖，等下做回来。你来这欢迎欢迎，来开刀，耶，弟弟！今日这就是咱内门美名对无？今日咱的出菜吼是有主题的哦。咱第一个主题就是咱这的特产花布子。哇！最想要食的吼，我嘛最想要食。休息就这啊。花布子本身就做入味啊，然后佮加这个鱼啊，鱼啊用凉风板是做鲜的鱼啊，佮加上这个糖啊这，所以味道做入味。会当讲哦，会当做一个下酒菜啊，好食。哇！起码哦，法国菜，哇！法国菜来呀！看起来足特别。法国菜上好食，我知影。这嘛足歹处理的吼。因为法国料理阮较少咧食啦，所以感觉较新鲜啦吼，它各有特色啦。尤其是迄个鸡屎丁吼，鸡屎丁你完全食袂出来有迄个味道。因为一般鸡屎丁可能人较无法度去接受。来，咱第二项的指定食材就是咱的酱旺来。这好酱国 Q， 这搭配这旺来，这算阮这边拢叫豆浆啊，旺来豆浆。哦，伊腌制过，食起来特别有一个甘甜的口味啦。安尼搭配起来，干麦食吼，足入味就对啊。正土鸡啊，放山鸡正土鸡啊。我要搭买啦，伊讲这无人咧卖啦。阮无在卖，阮拢是家己开尔啦。伊就讲要买迄一只，我知我透早就咧订单一只来掠来互伊啦。咱今日食看嘛，这只鸡处理有价值无啦吼？一定都好食。这个就是。那个鸡腿好诶来。阿姨，我感觉目眶红红的感觉呢。都好食。
烤味做好的。阮煮的无安尼啦，加熬。今日食到足青草，大家食到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讲到最后这个时阵，咱嘛是要来投票。哇，投票！该食咱台湾的板凳，请互我一个赞。好，感谢。法国料理，好我一个赞。赞！感谢大家。安尼要安怎？其实我真正足介意咱台湾的台式的板凳料理，所以我一定想要互伊赞的。啊，毋讲法国料理会当用咱台湾在地食材做出安尼的口味，我嘛感觉真正足厉害的呢。我也是讲台式料理，台式板凳料理我较介意。我感觉吼，嘿，今仔日拢食到的法国菜，对，甲法国菜差足济，差足多，拢无共。我感觉真好食，真好食。但是我今仔日上介意食的菜就是台湾料理啊，板凳料理，板凳料理，安尼个加2条。阿良赛的获奖感言。咱台湾的精神，内蒙的精神，就是讲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发展着阮内蒙传统的板凳料理，互咱台湾规个国界会当肯定阮内蒙做出来出的好料理。是啊，我嘛是爱食板凳料理，我咧，因为我自己若食较大汉，但是吼，因这是一个介趣味的一个迄个活动啦吼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吼会当伫咧摆在阿龙师的手啊，我心甘情愿。哇！来，请大家继续支持。你就是 Angel。